嗱，即個攏中人世間呢喺度熱天食做錯，食沙拉對人一做錯當之時，喺上帝裏面即刻跌落罪惡嘅方面。嗱，但係呢個好消息講攏中即刻啲，呢個詩篇記103條12節咁講到東片及西片按人佢上一家嘅錯，上一家嘅罪，意思嚟講咩呢？佢冇信一家嘅罪，冇信一家嘅犯法。當自家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上帝嚟原諒自家嘅錯，原諒自家嘅罪，因為到上帝嘅愛十分睇對人類，所以詩篇記103條13節按樣人講到，上帝就把石家嘅字唔樣人，就係上帝嘅愛，石攏做人類。遵從佢嘅，上帝嘅愛石攏做人類係嚟曬要敬從佢嘅，嚟曬要宣認佢做自家嘅天父，做自家嘅救主，做自家嘅上帝，自家嘅錯處，自家嘅罪惡，俾佢上到東邊西邊人，嗱嚟到上帝嘅面前，自家嘅罪俾佢赦免睇，阿門。